上恕罪，臣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啊。是吗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想说什么？臣呐，是上了岁数，这脑子是越来越拐不过弯来了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见了那4个乐坊女子，就想纳为侧室，这脑子怎么转得那么快啊？嘿，那4个丫头长得漂亮啊。臣呐，就是江南一带长大的，虽然都说江南出美女，可是这么才艺双全的还真不多见，这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。哎，朕在江南呐待了几十年，都没有见过。皇上啊，只去了几天就给碰上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遇到了几个你没见过的女子，难道还是朕的什么过错不成？哎，哪里？皇上一向圣明，心里只有大清盛世，怎么会有过错呢？哼，你还会说好听的，也有难听的。臣要在这里参劾傅中堂。你要参傅恒？皇上为海关道一案，微服难寻，昼夜忧患，日理万机，哪有机会寻花问柳？那必是下边的人所为。傅中堂是唯一跟在皇上身边的人，也是皇上最信任的人。傅中堂，你身为军机首辅，一朝宰相，有多少大事要帮着皇上去做？就拿这个海关道来说吧，这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多少？这贪官污吏喂饱了多少？那都是老百姓的钱，是朝廷的钱。老百姓土里刨食，日子过得苦啊。可那些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嘴里说为民效力，可一顿饭的钱就能养活一个村子。这么多该管的事情，你不帮皇上去管；这么多该挖的贪官，你不帮着皇上去挖，找起漂亮丫头来倒是挺顺手。傅中堂，你说我该不该参你啊？皇上，臣确未尽到臣子之责。照说呢，漂亮的姑娘谁都喜欢，就连我这个老眼昏花的，身边走过去2个像模像样的，眼睛也跟着转。可是人跟人不一样，身份和身份不一样，就连我这么一个告老还乡的人，要救个小寡妇还闹得鸡飞狗跳墙呢。你一个堂堂中堂宰相，挑头干这种事儿，你让人怎么说你？让人竖起拇指夸你说，瞧人家傅中堂都会办事，能挑会选，把这么盛名的主子给弄得茶不思饭不想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自己的名声事小，要是给朝廷的脸上抹了黑，这个罪名你担当得起吗？皇上圣明，李卫有罪，您尽管重重的惩处；傅恒有罪，你也绝不能轻饶。其实这事儿呢，不能怪傅中堂。傅中堂是好人呢。狗奴才，你也配脏痞人物？现在是君臣奏对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哎呦，奴才多罪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多罪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多罪，奴才该死。李大人，请留步。又有旨意了？不是，我有几句话憋在肚子里难受。几个嘴巴打冤枉你了？不是，是您冤枉了傅中堂。怎么？说了您别生气啊。那几个乐坊女子不是傅中堂给皇上找的，是您？是您儿子。李小卫，给我水喝，给我水喝，烫的最好。爱菊，你可来了。
给我水喝吧。你想喝水啊？想啊，喂我一口吧。喂你？想让我喂你？想啊。那，你还想什么啦？我现在这种环境不太方便想太多，改天好吧？你还认识这个人吗？小薇薇挺帅的。我不认识他了。为什么？当初他救过我的命，虽然平时有些胡闹，可是我一直认为他这个人心还是好的。现在更好哎。是吗？他现在是什么人呢？为了讨主子的欢心，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刚刚当了个侍卫，就跑到花船上给皇上找姑娘去了。你真是无师自通，对不对？不对呀！其实我当五等侍卫的时候，我整天都想着你的。我还真不领你的情。你这么走下去，跟戏里唱的那些白脸奸臣有什么两样？其实呢，你对我也不错。来，喝水吧。你慢慢喝啊，肚子饿了叫我。海军，你别走。这个家的人对我都很好，现在有难，我不会离开他们。可是，我会离开你。你真的这么狠吗？海军，回主子，承恩公觐见。哦，阿玛来了，快请进来。这，大人请。臣恭请皇后一安。哎，阿玛，快请起来。这儿又没外人，您就别闹规矩了。阿玛，快请坐。谢皇后。阿玛已经打发人去查了吗？你是说，那几个乐坊女子？没个下落，我绝不罢手。你呀，自小办事就有一股狠劲儿，可是这次你的劲头使错了地方。怎么？天下男人有几个不好声色犬马的？哼，我是六宫之主，怎能容许几个下三堂子的小贱人在我面前媚相惑主？那叫游龙戏凤，古来如此。你拦得了初一，拦得了15吗？今天你抓住了4个，明天会有8个、12个。在这种事情上是不能太用心的。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就要争一争这个面子。要争的不是这个，对你有威胁的，也不是那几个乐坊女子。皇上跟谁睡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位置，那才是重中之重啊。阿玛的意思是，真正对你有威胁的是那富家姐弟。那傅恒在几年间平步青云，俨然已经是真中堂。那傅贵妃也从一个普通的贵人晋封为皇贵妃。这姐弟2人，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，互为犄角。这样下去，庙堂之上，他们就可以翻云覆雨。你这个后宫之主，将会形同虚设呀！你现在要赶快放下那几个乐坊女子的事，专顾傅家姐弟2人才对呀。阿玛提醒的对，好在傅恒那边我已经有了把柄。科考漏题，
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！开科取士，关系到稳定朝局、弥合满汉，出不得一点差错。傅恒现在已经停职待参，那还远远不够。你要穷追猛打，彻底整倒傅恒。傅恒一倒，那傅贵妃也就断了羽翼，你面前的这座山就算倒了。哼，这比起追究那几个越坊女子，孰重孰轻啊？是女儿目光短浅了。臣参傅恒，臣参傅恒，臣参傅恒，臣也要参合傅恒。开科取士是国家重点，关乎社稷前程。然集成未开，考题先漏，留步于市井之间，辗转于商人之手，丧尽威严。傅恒身为主考，难辞其咎。此题乃圣上亲命，黄卷密封，除主考之外，断无他人得见。面对天下学子，必要有所交代。傅恒既是大员，又是国戚，身份不同，众所注目。自古天道无亲，望圣上允之其中，以服众议。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你没看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的吗？皇上，他们这是想让傅恒死啊！皇上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怎么会到这一步？我也不能硬把这么多人都压下去，这么多折子都留中不发。皇上，要真的交部一处，那傅恒就必死无疑了。皇上，傅恒的自有心地善良，从没得罪过什么人。这次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？朕心里现在也是一锅粥，理不出个头绪啊。皇上，现在只有您能救傅恒了，您救救他吧。我也要有凭有证才行啊。今天那些人的奏议中，话里话外已经透露出外戚专权、偏袒裙带的意思。若不谨慎，日后将难行公例。皇上，那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傅恒冤死吧？皇上，我请您看在我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救救傅恒吧，皇上！臣妾求您。起来，起来，朕想办法。平日里您面前谋臣如雨，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连一个都指望不上了？科考漏题是泼天大案，又牵扯这么多，谁敢出头？谁不怕？除非……什么？除非是那种谁也抓不住把柄的老泥鳅。中团大人，李卫给您赔罪来了。右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负荆请罪。这个小兔崽子干出来的事，我却安在中堂头上。不管因为什么，是我错了。打我，你下不了手。这个小兔崽子，你往死里打。若留下半口气，算你赏他的。哎，快，解开！扶下去，更衣。右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怪你吗？你说的那些话，是我想说，却又不敢说的。我没有你这样的胆量，也没有你这种办法。再糊涂的人也能听出来，你那是正见之言呐。可是我让你受委屈了，我这个人就看不得老实人受委屈。
国有正臣，其国不亡；家有正子，其家不败。右近，你敢作敢言，重锤响鼓，天子面前，你敢当头棒喝，掷地有声，骂得好，痛快淋漓呀！这样的骂声太少了。右近，我不及你呀！回避！起来吧。臣李卫见过副贵主。你就是李卫。臣是李。有人说你是一条老泥鳅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直的一根脊梁骨。扶李大人起来，上了年纪的人了。谢贵主。听说你骂了傅恒。李卫是来赔罪的。都是身不由己的人，能苟存性命就已经不易了，谁该给谁赔罪？傅恒还年轻，做事难免有些不老道，看着不顺眼，该吵就吵，该骂你就骂。贵主这么说，折杀李卫了。姐姐怎么出宫走动了？我是奉了旨的，有人想要你的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如今这案子越搅越大，连皇上都有些压不住了。我问心无愧，听天由命就是了。听天由命可不行，那样你只能做屈死鬼了，还要事在人为。可是，连皇上都觉得棘手。咱们大清国人才济济，能人还是有的。李卫，你肯不肯伸手帮帮傅恒呢？我？你今天不请自来，看来真是应了天意。傅恒，快给李大人磕个头。别！哎呀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们家坟头上啊没这股烟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吩咐。不是我吩咐，是皇上知人善任。不瞒你说，为了你上西园折子那件事，皇上连杀你的心都有。可是，到了这黑白难辨的时候，皇上却说，唯此人可以托付。别扶他！哦，弓箭缩背的，站直了！站直了。看你那副怂样，给他拿个凳子。哦。又想打我？这次啊，不打你，是让你立功赎罪的。真的？啊？问你点正事儿。街上卖蹄的，是你碰见的吗？是啊。从头到尾，跟我说仔细了。那天的事情是这样的。什么？这个案子交给了李卫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听说，这个李卫和傅恒的关系很好，皇上用他，看来是有意要为傅恒开脱。哎，这是要用左手打右手，那是打不疼的。哼，我就知道嘛。李卫海关盗一案办得很合上意，听说还特地把他的儿子分了御前侍卫，也算是大恩宠。他报恩还来不及呢。哼。这个事儿不能让他横插一杠子。哎呀，可是已经有了旨意，知会京城各处衙门，随时接受李卫的询问呐。真要是接手办傅恒的事儿，他一定是心领神会的。李卫不是辞官还乡了吗？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了啊？
江苏学政上了一个折子，参了他一本。你还记得是什么事吗？啊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折子呢，我看过，好像是和乡里什么人争个小寡妇之类的事，得罪了一些人。没想到李卫还有这口嗜好。等一等，你们刚才说是谁参了他？江苏学政贺为民。贺为民？真是天不灭曹啊！怎么？雍正4年，他应江南乡试，我是他那一科的主考官。那可是正经门生。此人有用场。对，让他再加把火，把李卫的后院点着。这次是一定是搜查的。这次的考题漏得怪，一般漏题无非是2种，第一是漏给托请过的人，第二是为了赚银子。现在看这2个都不像，第一没有对象，第二这要价并不高啊，还故意留下傅中堂的名号，这倒更像是设陷阱，有人故意做手脚。到底什么人非要冒险干这种事情呢？那个算命的说，他看出那卖题的人的胡子是假的。哦。怕被人认出来。哎，也许是那个人根本就没胡子。回主子，李卫找了我，说查了几条线索，现在怀疑最初卖题的可能是宫里的人。这养心殿没人能进来呀。你不要多问了，听李卫的，他让你怎么查你就怎么查。这，你们听好了，凡自己招认的，罪减1等，可以不灭门9族；凡揭发检举的，论功行赏，我让他一辈子吃穿不愁。要是不说不报，一旦查出，我刀劈斧剁，那是轻的，听见没有？王总管，来，这边怎么样？看吧，都在这儿呢。没问出来吗？哎呀，我都快把这帮猴崽的皮给扒下来了。能靠近养心殿的就这么些人。出题那天晚上，谁在周围也都是可丁可卯，一个漏不掉的。我连谁上几次茅房我都查过了。我想到了，哎呀，会不会是有外人进来啊？什么？外面的人进来呀？外面的人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就连谁该站哪儿，脸冲哪个门，走错一块砖都不行啊！就连咱们后宫的主子想出来走动走动，那都得一层一层的往上报啊！那可邪门了。不能从土里再刨出一个来吧？不是我爹弄错了吧？主子乏了，让进一碗参汤。让小御膳的送到2门。去吧。你看见没有？就连一碗汤都绕不过我，谁能进去？回头再说，我先去伺候皇上啊。一碗汤，小名字是谁啊？他是皇后身边的大太监。你不会记错吧？哎呀，我不会记错的。
出题的那天晚上呢，他来送过汤嘛，说是皇后亲手做的。刚才王总管提起汤这事儿，我才想起来。他进养心殿了？哎呀，有旨意不让进嘛，我当然把他拦在门口喽。没进去说什么？哎，这只是开始了，后来我让他进去了。啊？因为皇上和傅中堂离开以后，他跟我说，如果不把汤放到桌子上面，他交不了差，所以后来我就让他进去了。皇上当时出的题应该还没有密封。恩师来信了，承恩公要亲自过问您参礼位这件案子。恩师嘱咐，参和礼位证据要足，立言要正，折子一定要明发。好啊，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看来李卫这次是在劫难逃了。姐夫，是不是把人传过来问一下？小名字？哎，那小名字如今已经升了总管了，是皇后那边1等1的红人呢，可轻易碰不得，会闹翻天的。那还在其次。哎，那我们就去回皇上。是。哎，告诉所有人，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许多说1个字，就来睡觉。你先把嘴给我堵上再睡。哎，现在还是捕风捉影，不管怎么样，要先拿到真凭实据再说。哎呀，人都见不着，怎么查呀？哼，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？说的也是。哎呀！待会儿你看清楚了，那个人是不是到你们酒楼卖题的人？一定要看清楚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听见了。哎，请。哎，你看都在这儿呢啊！来。哎，这些啊，都是好物件啊。哎，小明子啊，看这儿，怎么样啊？这是内务府刚送进来的，都是云南过来的贡品，都是上百年的老根。这种植物呢是有生命的啊，你得用耳朵听一下，感觉。这边，这边，怎么样啊？这边听见了吗？怎么样？有感觉吧？咱们正主啊，就喜欢这物件，就没让他们往别处搬。你呀，是不是挑2盆放到坤宁宫啊？好主意呀！你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嘛你？哪里啊？没点眼力劲儿怎么行啊？是不是？这2盆样子不错，送进去看主子喜不喜欢吧？哎，好啊！哎，那边呢还有2盆新来的睡莲呢。对呀，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呢？哎，就是看看去。哎，好货！好，看看去。嘿呀！怎么样？看清楚了吗？就是他呀！好，你们赶紧走啊！哎，爹！哎，爹呀！这干什么？哎呀，王总管问呐，认出来没有啊？哦，你告诉他，没认太清楚，还得接着查。这个还没认清楚啊？听不懂人话呀？啊？懂。哎，对。听我跟你说，不管谁问都这么说，不准错1个字啊！我可……哎呀，怎么搞呢？麻烦了，真有点麻烦了。是啊，再往下挖可就是后宫了。皇上老子出题，后宫娘娘偷题，这麻烦大了。这是一石二鸟，既搞掉了傅中堂，又扯上了傅贵妃，说白了是后宫恩怨。这事要真闹大了，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。麻烦了。咱们这位正宫娘娘啊，出手可真够狠的，可不是一位善主子。哎呀，她就是个母夜叉，也轮不到咱们伸手啊。
这街坊两口子打架，也只能劝和不劝分呢。这可是皇上家里的事，轮得上咱们插嘴吗？可傅中堂是无辜的呀。再说，您又答应人家了，您总得有一个交代吧？哎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老爷，傅中堂来了。哎呦，中堂大人，右介啊，你的麻烦事也来了。啊？贺为明的折子又到了，罗列了你几大罪状。上次参我的那些人，现在又起来参你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没完没了了吗？说你为了那个小寡妇，曾经企图杀人灭口，连受害人的证词都送上来了。我杀谁了我？一个叫什么秦如汉的。那些人嚷着要把你交不一处，折子是明发的，皇上也不好压下来。皇上私下嘱咐，让我跟你通通气。这是贺为明折子的副本，你看看，该写个申辩折子就写，该应对的就想办法应对一下。哼，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哼，我的事还没完，你的事又来了。中堂的事，我还没个交代呢。听天由命，我现在帮不上你的忙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不能再让你替我操心了。中堂为人实在，礼位不如啊。说哪里话？只要能保个平安就好了。好自珍重。哎，等等。您刚才说，这回在殿上要查办我的那些人，就是嚷着要查办您的那些人？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就好啊。怎么？啊，你别急，让我再想一想。他们是不想让你插手科场漏题的案子。我还真不想。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我还真不想放过他们。看架势，来者不善的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如果中堂能在皇上那儿请下旨来，你说能办的，我一定帮你。不光是为我，如果能这样，对我们俩都是一步活棋。你说，把贺为明调进京，干什么？主审漏题案，都交给他。我给他当个副手，就算是戴罪立功吧。调贺为明进京，李卫说这里面有几层好处。贺为明是一省学政，调来查科考案，名正言顺。他参的是李卫，由他来接李卫眼下的差事，也是名正言顺。参李卫的人也参了我，调贺为明进来可以平息误议，以示公允，这些人也没有话说。贺为明进京是恩典，有升迁的意思，他办起案来会更加的卖力，对洗脱臣的罪名也有好处。那他李卫干什么？他说他给贺为明当个副手，这也有举贤不避仇的意思。你总是把人往好处想，该说的李卫都说了，不该说的都还在他肚子里。唉，反正不是什么举贤不避仇。皇上，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吧。皇上注意了吗？这次参臣的也是参李卫的，都是承恩宫门生故旧。难得你傅恒还能动动这样的心眼儿。臣出此言，有失忠厚。我早看出来了，还用你提醒我？哼，他们真是朋党。贺为明也是承恩宫的门生。
李卫厉害，官场的这一套，真的是让他给嚼透了。建议调贺为明进来办理此案，大概也有堵一堵他们嘴的意思吧。哼，恐怕不止这些。李卫这老家伙手里一定是握住了什么。要不要再让他说的仔细一些？他要是不想说，你能问出来吗？这种事，你算计不过他的。既然他心里有了主意，你就照他说的去办，我想不会有太大差池。皇上准了。调贺为明进京。贺学台，风光啊！我们是奉陈恩公之命，暂时里出营啊。哎呀，贺某有何德何能，敢劳驾二位大人呐！本来将科场漏题一案交给李卫，陈恩公就觉得不妥。贺大人这一本奏的恰如其时。由学台接手也是一时之选，可服众望。李卫咎由自取，这种人居然还能立朝为臣，简直是荒谬绝伦！你们看着，这次我要把他踏翻在地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们笑什么？你真把李卫当回事了？他可是当过直隶总督的人呐。可是。比起学台即将接手的科场案，区区李卫嘛，简直是无足轻重啊！年兄，可知道这个科场案牵扯到的是谁吗？当朝权相傅恒傅中堂。哦，比起李卫，傅恒如何呀？就是说我这次来身应重任，老兄，要是真的经你的手拿下傅恒，推到一个超级权相，你将是千古名臣啊！陈恩公让我们出营30里，你以为仅仅是客套吗？哼，贺大人的分量如今不一样了。哦，请二位代我回复一下恩师。休说是一个傅恒，就是严嵩在世，魏忠贤复生，贺某也无所畏惧。贺为明乃是圣人门徒，虽然写不出一部《春秋》，可也能是乱臣贼子。拒我3分，好气概。那个李卫，我也不能饶了他。你们不知道，这次在南边，他差点把我给气死。没关系，不是有旨意让他给你当个副手，戴罪立功吗？人在你手下，随你整治，想出气还不容易。专命钦差，大权在握。等案子办得差不多了，你随便给他安个罪名，比如告他个私通人贩之类的，我们呢左右给你呼应一下，到时候他不跪地求饶才怪呢。下吧，下吧，下吧，下吧。哎呀，你叔叔你可真是的，早知道你要弄成这样，还不如前几天都不
瓜呢。哎呀，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我现在怎么看你怎么别扭。你看人家出门都把自己弄得平平整整的，你看你把自己弄成一副邋遢相。老爷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倒霉鬼。这，哎，倒霉鬼，嘿，我要的就是这样。哎，帽子。嗯。哎这。啊。今天是第1次升堂，提审什么人知道吗？傅恒、副中堂，非同小可。大家都给我打点起12分的精神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少爷，老爷让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盯紧后宫太监的出入，特别是要盯紧那个小名字。哎，这可是你爹给你的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哎呀，你精神点行不行啊，少爷？哎，就跟谁欠你200吊钱似的。你怎么了，少爷？海菊不理我了。你瞧你这副德行吧！我要是海姑娘，我也不理你。人家都快烦死了，你还说这种风凉话？你，哎，好吧，这么着，你呢，认认真真的，把你爹交代你的差事办好了，办漂亮了。海姑娘的事儿，我帮你。你说的。中堂大人，您见了贺为明，一句话也不用多说，就跟他要证据就行了。我听说他这次来了以后，联络了不少人，联络的越多越好啊。什么？中堂大人放心，李大人早有安排，您只要记住跟他要证据就行了。傅恒到了没有啊？马上就到，已经去催了。老爷，李卫还没有来。李卫，他是您的副手，总得到堂啊。我还真把他给忘了，看看去，他在哪儿呢？是。哎呀，来晚了！哎呀，来晚了！哎呀，来晚了！这不是李大人吗？久违了。是久违。李大人保养得不错呀，饭量还行。哎呀，还是家乡的水土好啊！在那边，你李大人可比现在精神多了啊！那是。山不转，水转，人不可跟命争。不管是南是北，是京城还是外部，到头来，该站在下边的还是要站在下边。旦夕祸福，全凭别人的一句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